再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改选，今仔开始领表，有真侪人拢表态要参选。郝龙斌是表示讲会透过民调甲着小康协调，民调悬的人出来参选。另外，国民党团的总调布坤基嘛表示讲无排除参选，也毋过伊是希望讲所有的参选人会当先协调。 国民党主席改选15开始领表，伫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坚持交接之下，已经真侪人表达参选的意愿。伫开放领表之前，姚中常委出来讲话，为我们国民党做了哪些成绩？我想你们应该也公布于众，不要有的是活到老选到老，立委也选，议员也选，总统也选，主席来了也选，我们的国民党党员同志。 擦亮眼睛。参选人之一的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选择去北院，声援搁再开机压定的郭文德，伊的办公室主任到党中央领表，想要到煞无完成听书。张校长出具了他委托的一段影音，这个知识的表格我们会加以补正。 最近拍拼争取党内关系票源的前立委陈立文，跟他派助理到场。青总联4第一代表罗志强找董事齐克新陪伊去，发出讲要翻新国民党。 中生代跟新生代、青壮这一代，已经完全能够承担下架赖清德这个重责大任，所以我们有信心，以一个全新的战斗力跟全新的团队，领导国民党，然后赢回民心，重返执政。得到超过30位体重支持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，讲要甲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，伫这两个透过民调协调一人出马。 民调当然是参考之一了啊，我是想说他可能会做个综合考虑了。这个东西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成功一定有我。所以你不排除参选，但因为看需求。对，因为我是希望说大家要谈一谈呐。 一直传出要参选的国民党团总调布君基也表示无排除，不过强调希望参选人之间应该先协调，对参选资格敢有符合。布君基是无讲透机，伊敢若讲宪法保障人民参政权，而且任何限制拢有年限，也袂当对登去过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